为8人小组，我这个系统为往右手边看，运用各种逐鹿技巧，对1楼距离。 没问题之后，小队才会此阶段战斗巡逻，我们是在无敌情。迅速握到第3名方向。报道，报道。做一个侧脸，所以这个紧迫感让。 加我2个。5、4、预备，放！靶弹发射！ 锁定，朝阳。命中目标。快龙打中，冰天雪地越海洋。 下轻重，你的心情要大喊，你我为你呀，为你呀。我是萧清扬，这次受国防部邀请，设计108年国军形象月历。一开始我想到月历名称魏江，不禁回想起。 当年服役于陆军292师876旅旅部连弹药室的我，2年的青春岁月，跟着连上的同袍，从基地训练到师对抗的回忆，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光荣。
威武、尊严的军旅印象，成了我在这本阅历所要传达的理念与价值。保卫疆土是每个世代的军人的职责，日以继夜是每位官兵的守护方式。这本阅历以1天24小时为概念，贯穿全年1至12月，选择单一大图的高张力展现，带领观赏者进入壮阔的视野。从军用的字体、色调到低饱和度的色系，凸显国军战训的威严质感。此外，还有加入中英文图说，让各地海外收藏者更能体会每一款图的珍贵与精彩，展现出各个军种、不同职务的国军弟兄姐妹在每一个岗位默默付出的身影。也因为有他们的守护，让我们有着现在的安全，有现在每一天的平安生活。退伍即将30年的我，能有机会再次看见这批新世代国军为国家而伟大。我用24小时设计，国军用24小时守护我们。我是萧清扬。